看到这屏东小琉球这几档呢，其实游客是愈来愈多，嘛出现一寡问题。亲像有游客讲呢，因是开3.5万包船出海，结果呢，煞这业者是想要2团做回报，而且行程是干那点半钟就来结束。落尾这业者甲游客一直超袂平，是退3000块，这前期才总算结束。 高连拍拼白 SUP 上邦，线路无颠动。屏东小琉球离市区伫海风差，有台湾旅行团开35000块包船3点钟出海，其中2个人被 SUP 刷互海流愈传愈远。教练已经出去快1个小时还不回来啊，他们还在远方啊。业者一直打电话来要求要订单这件事情，因为要重复接单，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，所以船长也忘记要收钱，我们也忘记要给钱这件事情。 林小姐指控，船顶20人只配一个教练，造成团员也爱落水救人，而且就船进前，业者也因为着好接单，把想要互因甲其他的散客并团。漂走的人救转来了后，教练因为无想要去救，要求团员卖落水，造成行程1点半钟就结束。他们逃避付所有的尾款，我后来就说那我就报案。 当天水龙卷起来，还要坚持下水玩。我们团长才跟他们说，出事情他怎么救，他就不救了啊。因为迄当时海边甚至已经出现水咖雷，游艇这个赶紧回港，因为业者反抗时，这个团临时改期，才会甲其他的团体强绑。林小姐是反驳测意，就通知改期，双方个人讲个人的，最后以业者拍这3000了解这项争议。不过游客认为退费也都不合理。天气因素应该可以考量，但是如果只退3000，应该是要 用行程的比例去退。小琉球最近几年游客一直增加，特别是休热期间，水上活动受游客假期也安尼衍生部分消费争议，也是安全顾虑。宾馆处也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循相关安全规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